中淮公路起超过1架记录，有真侪50年生甲60年生的民众，伫中淮公路留下着侪青春的记忆。1980年代，少年学生派着简单的卡网，挑战行路70公里，这就是中淮健行队。当时曾经是上界热门的户外活动。另外，过去伫公路村廊罗南就北服务旅客的金马号的小姐，嘛是真侪人脑海当中美好的记忆。60多年来，这条线路守护着专属台湾的珍贵的记忆。为着要来保障着用路人的安全，公路局甲各项材料碳纤蓝马孔摕来做桥梁防护的工程，一方面强化道路，同时嘛来抵挡着路石的侵蚀。到底最近这几冬来，极端气候对山区的交通带来什么款的挑战？有成的工法是不是会当互公路久长永续甲天灾共存？来看咱特别制作的专题报道。这条路有一个名称叫酿地之路，死伤了225人，一早一伏之间去垦出来。中断20几年，我们真的日盼夜盼，天远山区哪无这条路，根本就没有离山了。中湖便道受921地震的一个影响，伤筋动骨了。我们是希望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山区道路建设方式一定要有新思维。一阵一阵卡物件的声，拍破山栏杆的电钟。10外做路的工人拢唔惊，因伫半空中脚底就是将近50公尺深的结构。这个时阵，因正在进行的工程，关系到这座桥梁敢唔当撞过后一场天灾考验。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中横便道的17.2公里处，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就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该如何让这些建设可以承受大自然带来的挑战，也成为工程人员的严峻难题。事实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桥，这个是它的桥的一个保护的一个穹顶啊。对，2年前的时候，它就是从那个很高的地方有一个大概39吨的石头掉下来，就把这个桥打坏了。然后后来才讲说要做这一个钢拱的保护，要从这里比较安全。哦，这里比较窄，要小心一点哦。最近几年来，中淮游园一直落石头，平均每公里1年有9摆。原队工程团队非常严格，中淮便道当这落石头的秘密武器，头一摆伫镜头前公开。我们这个穹顶，它的高度有7米6公尺，总共这个拱圈宽度是8公尺，那当然这个钢模是经过结构计算哦，它的钢板的厚度这个加劲条的厚度了哈，这些支撑材需要用多少密度是经过结构计算去配置的。这个就是剪力钉，有一个点它受到撞击，它可以把这个力量分散，重新分配传达到整个这个钢拱上面去。每一道桥梁的强化机制，拢依照中淮特殊的地质条件定做，继续闭关。眼前这个20公分高的阿摩托壁，更加是确保安全的关键。为了加强它的耐冲击性，来使用这个碳纤混凝土。虽然我已经从事这个行业30年了，但是可能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土木的这种工程的话，就使用这个比较特殊的材料是比较少的啦。工程团队经过不断的试验，将长度22米的碳纤维纳入这个阿摩托内底，会使增加阿摩托抗压、抗弯甲抗冲击能力。桥梁顶落石载动力嘛，为50吨大幅度提升到260吨。这项先进的技术，因过拢是应用伫碉堡、无人机掩体等等的军事建筑。这摆将各项材料使用伫公路建设，是全台头一例。民国45年7月7日。东西横贯公路开工典礼。长差不多190公里的中淮公路，自1956年开始起，西平为当时开始东平到花莲是台湾头一条东西向的花园公路。第一代做路人挖苦沾水骨力甲粪基，开创人定胜天的工程奇迹。农民弟兄在这个山壁之间在施工，有的人要绳子拉下去点引信，那有时候用抽烟嘛，然后就点下去，
啊，有时候来不及，人拉上来都剩半截被炸掉。哦，所以这一条路有一个名称叫酿碧之路，酿就是酝酿的酿，碧就是那个碧血的碧。荣民所乘坐的第一个工程是东西横贯公路，穿过太鲁阁的悬崖绝壁和中央山脉的崇山峻岭，这是历来所建造的公路中最艰难的一条公路。他们在半空中去打着，有时候走那个栈桥，哇，那个栈桥都是用那个木头或者竹子搭起来的，人就踏在那个上面去走。他们早期就是比较没有所谓的我们现在的公安观念，都没有戴帽子啦、反光背心啊，鞋子也都是非常简陋，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在施工中其实非常艰难的。1960年5月，由万外陆港迄类打造的中华公路正式通车，施工期间总共节省225个开路的工人，等于是平均每开1公里的路，就有一个人牺牲宝贵的性命。我老爸是这些开路伯伯们先走前面啦，那他是属于医疗大队的，跟着后面一直跟进进来的。随着公路的开通，去中华的艰难辛苦的历史，无的确早就好世间人放袂记去啊。原对着梨山英明第2代高姿强心，行过真街楼梯，经过一片恬静的树林。好，这里就是响堂。既是我们开中横公路的老伯伯们。他们牺牲了，现在是我们都叫他就是烈士了哈。眼前这栋建筑名为响堂，主要是后世因为开中华公路顺这个开路先锋，撒开单薄的插门，内面真乱。伯伯、爸爸们，儿子来看你们了。不知道你们过得好不好，但是我都会来，希望你们能够保佑我们整个大梨山地区都能够顺顺利利。这都是爸爸们，但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第一层中间那一位，其实他是我们公路总局的段长，金段长。那他是在试导整个中横公路的时候呢，在花莲那个地方遇到了落石而殉职的。虽然不是我们荣民体系里面的爸爸伯伯们但是也占有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这路工前背是爸爸，高姿大高的开口充满着不甘甲疼惜。比较属于开路的后期进来的老伯伯有讲他说当时他进来从古关进来，棉被是10公斤，到了梨山已经30公斤了，潮湿嘛，越来越重的这样进来，就是听国家的啦。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这样子就来了，这就我们以前所谓的老陆军嘛，一个绿色为一个基底啦这本来都已经没有漆，都还是我们重新再上过的那最重要的是，它就是一个工兵的样子，开路的工兵那非常大的一个精神指标。那比较重点的呢是这支10字高，这个真的是我们开荣民2代的，他的爸爸那个时候有去拿来挖过中横公路的。落差的当上看到远山。做路工人唔惊艰难困苦，开启山林，可期，意志坚定。我是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些开路的精神，把它留下来，也希望我们整个大梨山地区或者是所有的用路人，不要忘记这一些英雄。东部横贯公路是我国闻名于世界的风景区。除了上份旅游的过去，中华公路嘛承载无数欢乐的记忆。大队学生戴着黄色帽子，背着大包包，走在中横公路上，这是最夯的救国团夏令营。1980年代是中华健行队的黄金时期，7天6夜行程为雾社也是梨山出发，行70公里，目标是要前往花莲的中春寺。当时甚至流行一句口号：行过中华无所不能。除了少年学生囡仔征服中华的热血身影，金马号小姐优雅倩影，嘛是56年级生共同的少年记忆。台湾省公路局为了加强服务，最近在台北、台中、高雄之间行驶一种华丽舒适的坐卧2用对号快车。配合中华公路开通，1959年上路的金马号是当时上届豪华顶级的长途客车。
车中设备很好，备有书报供旅客阅读，有收音机可以随意的收听音乐。150多年起来是这拢无厝，这拢果园。所以以前人要搭车要到那边去等。在这边等车，离山车站就是那个地方。刚去到金马河历史，大项就知影，82岁林文雄高中毕业后头一份头路，就是金马河对车的卖票员。民国51年高三毕业以后那时候公路局刚好在招考男性，所以进来公路局以后受训了差不多2个礼拜以后再随车。这样。如果下雨天还是台风天这个碰到落石我们都会司机停下来，让我们下去搬石头，把石头移开所以那时候需要用男性的，因为女性比较纤弱一点这是我太太，我们牵手56年了，我们共同生活56年了，从民国56年结婚到现在，我们都在。帮我们说一下你们怎么认识的好不好？我们就在车站大家互相看对眼认识的这样的。所以是金马浩小姐。她是公路局金马浩小姐啦。已经超过80岁仪态游园真勇啊！前金马会小姐林地冠18岁迄年进入公路局位上基层的卖票员开始做起。那个时候当金马浩小姐是不是觉得很风光啊？没有，你很委屈了。为什么？每天要面对客人这样时间到了，让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就这样。我们就看到车上该来的都来了，坐满了，口笛一吹，咚，就上车了，就出发了照片这是我太太，她在当金马号的时候到相馆去照的。穿到脚尾一裙底尊行帽啊，当时人拢嫌嫌外形真水的金马会小姐，想要加入因并不简单。除了身高必须要达到160公分，并且有高中以上的学历，还佫经过美姿、美仪加播音训练，才会当正式就线工作。那时候的客人比较单纯。有的会比较啰嗦啦，他会写纸条给你，要约会，你去哪里跳舞，哪里听歌这样子，我会跟他拒绝了，不能乱来。老板娘还会很回味当时当金马号小姐。那时候的腰改23，现在32了，怎么会回味差那么多？弯弯弯弯的公路贯穿古今，承载着无数美丽甲哀愁。最近几年来，极端气候更加严重，山火交通嘛有新的挑战。就是这里，在中横公路30公里都是通往古关的路段，大甲溪河床的溪水跟路面几乎是一样高度。我相信不只是中横，全台湾的所有的工程，全世界都面临严峻的考验。山区豪雨不断，使得中横公路沿线溪流水位暴涨，激流夹杂的沙石把中横公路两旁山坡的大树都冲断了。那在这个区域，因为你土地边坡一直没有稳定下来嘛，所以在这个极端气候之下，我想也会造成更大规模的崩塌就是了。超过100年的监测数据，气象署向全民提出警告。如果我们以过去也是1910年到现在6个百年测站的雨日变化，可以看到雨日是越来越少，100年来少了大概约40.9天，就是超过1个月的这么多。那雨日减少，雨量没有很明显的变化，其实代表它的降雨强度是增加的。极端降雨增加的时候，其实会增加像土石流的风险，对于这整个道路啊，还有安全，其实是都是会有影响的。2004年7月7日，面对的风台来台湾，各县地区一天的雨量超过500米哩，冻上中环。观测数据显示，连风台安怎行嘛，可能影响公路安危。那我们把这些台风的路径呢，全部画出来，你可以看到，几乎都是从东北角这边登陆，然后一直往西北上前进。那以这样的一个路径，其实它会带来一些西南气流，让这个中部的降雨呢，山区的降雨是会比较明显的。在梅基台风，它的9月单日降雨有来到600以上。其实中部测站它在9月份的
月雨量大概就只有300多，所以其实它单日降雨就可以比月雨量来得多那么多，代表其实台风带来的这个极端降雨对中部山区是有蛮大的影响的。我们现在位于是台八线96K 的碧绿溪明隧道。那这里近年因为灾害持续过大的影响啊，我们这个明隧道的灾害范围持续过大。原来它是一条石沟，那它现在已经上方，因为我们这个极端气候影响，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Y 字形的石沟。近几年这种无预警落石情况经常发生，尤其是在大雨之后。那因为边坡遭受雨势的灾害冲击，所以会发生这种落石石沟的现象。像这里就是最近雨势灾害造成的落石的情况，因为这种是属于一种无预警落石的状况，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在执行业务的时候是一种蛮大的挑战。中央变大雨、极端雨量种种严厉气候，可严正对中华脆弱的地质进逼危险。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边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滑动体，主要是因为下边坡大概500-600公尺的地方有一个碧陆溪的一个掏刷，让它每年会一直往下降。中华公路台8号线93.8公里的所在，最近几年来以每年1公尺的速度继续切落去，为空中来看，新路甲旧路已经有30公尺的落差。那这个早期使用的工法是这种 RC 挡土墙，然后配合这个地锚，让它锁固让它固定这个挡土墙的一个支撑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锚挡土墙，因为这个整个量体太大了，它没有办法承受所以说它就有破坏的现象。到后来呢，我们改变的这个思维就使用这个在这个大的这个탄광体里面的这个地方去取掉，然后来做一个回填。就土方平衡的原理，透过这个高分子聚合物的这个夹性隔网的这个材料的工法它是一种柔性的工法，它可以承受的变位可以达到30-50公分，甚至于到1公尺。柔性的工法，工程建设的新思维，希望讲会使甲天灾共存。从这里就可以看过去它这一种结构是不需要有这个 RC 就是固定的基础的啦即使说它真正的有破坏了，那么我们改天只要它在面层再继续增加的话，它并不会丧失它的原有的功能。极端气候事件加上无情的天灾，经过一架子，通往中华的安全之路，面对待日年依然有挑战加变强。